填滿一生，全是數字。誰會真正知是何用意？煩惱一生，全為數字。圓滿的掌握問誰可以？我明明啊炮車啊23，為何彈出4啊？誰人能夠預知？4.34啊價位啊無四啊定咗一定零死啊！憑號碼來認輸，你的 IQ， 你的身家，你的體魄，你的一切，人與數字有許多關事。看看計數機裏有咁幾多人知下次见。